大家有冇諗過點解 LV 個 monogram 圖案會咁經典？你以為純粹係靚咩？錯，背後嘅故事係一個跨越文化嘅創舉嚟嘅。呢啲花花草草嘅圖案唔係隨便畫嘅你嘅，其實係創辦人嘅仔 Georges Vuitton 設計嘅。喺當年嘅1896年，睇住點樣防止假冒，結果就佢喺日本文化做靈感。你知唔知呢啲圖案係參考咗日本家徽嘅設計？係啊，日本家徽。你睇下佢19世紀個個都諗住點樣抄人嘅 Georges Vuitton， 反而諗住點樣學人嘅，仲做到出神入化。但係你以為淨係日本家徽咁簡單，仲有維多利亞時代嘅花卉圖案。你睇下呢個設計係將東方嘅優雅同西方嘅浪漫結合埋一齊，結果就變成咗今日你見到嘅 LV monogram。最勁係咩？呢個 monogram唔係淨係靚，咁係當年防止假冒嘅創舉嚟㗎。你睇下19世紀已經有假貨呢回事。Georges Vuitton 就話好，我要成個咁複雜嘅圖案，假貨都抄唔到，結果點知？